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哦，又搁要变天咯。气象署表示讲，明仔载下晡甲拜六，又搁有方面哦会影响台湾。到时阵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，天气是真无稳定哦。也毋过温度是搁真烧热。等到礼拜哦，会有一阵的东北季风落南，温度会降到15、16度。天气好，袂少人拢到公园散步。即几日全台各地头拢是温暖的好天气。气象署表示，对拜三下晡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，天气由北到南会渐渐变甲真无稳定，可能会有强烈的雷阵雨。拜五降雨会转好，不过拜六又会有第二波风面通过，到时阵天气也会非常无稳定。到了这个礼拜六，也就是4月12号，另外一波风面通过。所以呢，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。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降雨区域，相较于前面那一波来讲，降雨的区域更广，影响的范围更大。一样天气还是不稳定，所以要留意剧烈天气的发生哦。各地都是有可能会有雷雨发生的。气象署表示，这礼拜会有2波风面影响台湾，无冷空气，所以伫温度方面袂有伤大变化。等到礼拜才会有一阵东北季风落南，到时阵降温才会较明显淡薄啊。低温可能会来到15、16度左右。4月11号可能相对来讲温度会稍微再高一点点，白天的高温可能会再高一点。那在下雨的这一天的话，白天的高温可能就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。那到了礼拜天，东北风逐渐开始增强，所以这一天是有稍微转凉的趋势哦。那我们预估各地的低温大致上在15到16度左右，那白天的高温的话大概在22度左右。气象署强调，春天整体气温会愈来愈烧热，不过要注意大雾的情形。提醒中部以北还有金门、马祖的民众，到拜六透早进前出外，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。记者张家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